欢迎收听10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的8章1到18节。以西结书的8章1到18节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说到，所以我要向他们倾倒我的烈怒，我不饶恕他们，也不连续他们，即使他们大声喊叫，向我祈求，我也不听。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听？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听？今天这段经文，上帝用一个人能够很理解，特别是21世纪的现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听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以西结领受一个异象，他好像他的灵被高高的举起，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，更隐秘的视角来看见这些祈求的人，他们怎么祈求，他们祈求什么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上帝让以西结好像变一个空拍机，从一个高高的角度去看见人们在圣殿做的事。然后我们就发现，主啊，原来我们做什么你都知道，你更知道我们祈求不会应验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你的身上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以西结他好像空拍机，好像监视器，一一的被上帝带领，看见人们做那些脱离上帝、敬拜别的神明，却想要寻找真实平安的事。他们选择了次要的，甚至是背弃神的方式，想要寻求神的公义。这样的祷告，上帝怎么听呢？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有全然全心的相信这位上帝，还是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是看得见的地方我相信他，看不见的我寻求别的方式，或者是我生命大概有100%，我相信上帝的地方是20%，或者是我在这个领域我是信上帝的，但在其他的领域我相信其他的。其实上帝创造整个世界万物，我们透过这些普遍的真理，我们就能够知道真的有这位上帝。而我们在寻求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不要让我们拜错了，找错了，甚至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缺乏，使我们自己落入在那困境当中无法自拔。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，他们在圣殿中却是在敬拜别的偶像，却是在用别的礼仪方式来寻求帮助，来寻求保护。既然寻求这些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人，那他们的祈求怎么会发生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你不愿意一人沉沦。主，你更是透过这段经文，用如此能够明白的方式，让我们看见，不论是以色列人流亡的那个年代，还是今天21世纪，我们仍然在上帝你全知全能全在的同在中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那个真实的祈求不仅是跟我们的愿望有关，也跟我们所相信所行的有关。
我们更是要向你认罪悔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全然相信，但是上帝你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全然依靠。主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更多寻求你，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，是一个跟你管道畅通的生命，是叫人得生命得祝福的生命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邀请你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5星好评。愿上帝听见你的祷告，也让你的生命经历他的同在。我们明天见。